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来，你今日哪这么早就要去上班啊？公司有代志要处理啦。哦，你当时要去美国啊？机票买好未啊？买好啊。甲迄个周明峰拢讲好势啊？讲好啊。安尼就好啦。恁两个吼去美国，甲代志处理好势哈。对人时间嘛靠一个交代。爸，阿妈，有点啦，来，食早顿啦哈，来，阿妈有买豆恁，还佫有烧饼啊，好，多谢。有点啦，慧敏因爸爸最近有甲恁讲到婚事代志无？我拄好要甲恁讲这件代志。我甲慧敏已经讲好啊，结婚的代志等伊选举结束才搁讲。哈？为什么爱等到选举结束啊？这是慧敏爸爸的意思哦，哈？唔是啦，是我甲慧敏的想法。因为刷来这段时间，慧敏要无用选举，我要无用公司上过的代志，所以想等这个代志拢处理好了后，才准备婚礼。选举就选举啊！万一若选掉啊哈，我叫你等一下，我要选连连，一直等，你当作阿妈已经食到饱哩哦。有人会做这个决定，一定是有因的顾虑啦。搁再讲，结婚是大代志，袂当着急啊。你哪安尼讲哈？你若袂晓讲你家己啊哈？若毋是因为你甲阿母即厝吼，我早就抱干阿孙啊。好啦，阿妈，选举敢若几个月代志尔。而且慧敏若是选掉啊，我相信因爸嘛袂有其他的理由来反对啊。恁这个孙吼，一个一个拢互我袂当放心啦。毋若干那你呢？还佫有文琪，还佫有幽怪、奇怪吼，你的进度哪迄个慢，也袂晓小赶一下哈。你看人文玲啦哈，人早就结婚啦，生一个查某囝遐尼啊古锥，婚姻吼佫遐尼啊幸福。敢若伊吼，我上放心，上袂烦恼啦。文玲遐尼爱冠华，伊若是知影冠华伫外口有查某人的代志，伊一定会足艰苦的。若是伊因为这件代志想袂开，安尼要安怎？你啥啦？我是讲毋对话哦。无啦，时间无早，我要上班啊。食饱才去啊！我食饱啊。文林好啊，未啊？人拢得要到啊！好啊，来啊！哎，行。毋是啦，
你嘛小打扮一下啊！啊，我平常时就是安尼啊。平常时你是咧厝呢，即马你要缀我出门，我的面子你也小顾一下啊！哦，安尼我去换衫。开门，开门。美花阿姨，文玲。阿姨，老早。冠华，你无去上班呢？无，我今日特别请假，订高级的餐厅。中昼我甲文玲请你食饭。哪会好意思互你开钱啦？哎哟，袂啦，新弟嘛是我的客户啊。虽然厝的合约还袂签，也毋过伊有甲我讲爱好好多谢你，所以咱做伙食饭啦。就像你头拄仔讲的，厝的合约拢还袂签，哪会好意思互你请客？而且我今仔日刚才想要甲文玲出去踅街，你这个查甫人就免斗闹热啦。啊？来，文玲，行啦，行啦。毋是，阿姨，行。阿姨，迄落，即摆是安怎？多谢，多谢。美芳阿姨，迄天你明明真介意迄间厝，为虾米雄雄取消签约啊？是毋是有虾米原因啊？我知影迄是家成的好意，所以我已经甲伊讲啊，我袂当接受。你已经知影哦。好啊，咱今仔日就莫讲厝的代志，含的咱会当做伙出来，咱嘞就好好啉咖啡，开讲就好啊。好啊，我规工吼，毋是无用厝内的代志，就是无用囡仔的代志，根本无机会当出来啉咖啡开讲。文玲，你甲冠华结婚偌久啊？8年啊，8年啊，哇，实在无简单呢。所以你真就爱冠华？爱啊！哎呦，拢结婚这么侪年啊，佮讲爱，互人听着会疯笑啦。安尼这8年，你拢毋捌冤家哦？加减有啦，哪有阿某袂冤家？也毋过我即马有冠华，有我的宝贝查某囝，我就已经感觉足幸福啊！因哦，因就亲像我的全世界同款，只要我好好守护这个家，我就真是感觉心满意足啊！安尼你敢会烦恼冠华？为什么安尼问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查甫人伫咧花花世界内底走跳，会拄着足侪美女的。只要是查某人，加减拢会烦恼啊。袂啦，冠华伊袂啦，伊工课足无用的，拢无用到无时间甲我开讲。伊选阁遮尔细汉，需要爸爸妈妈，伊袂做对不起阮的代志啦。看起来你就相信冠华的。当然啊，伊是阮翁啊。而且像我这款查某囡仔，会当嫁予伊，是我的福气。我知影我无水，嘛袂晓打扮。冠华嘛常常伫咧讲，拢袂当带我出门，甲伊遐的同事比起来，我就真是甲阿送同款。也毋过，虽然伊安尼讲，心内也是真爱我真确定。文玲，你一定爱会记，身为查甫人，所有的人拢会当欺骗你，只有你家己袂当欺骗家己。你一定爱对你家己搁较有信心，安尼别人才会好好对待你，知影无？哎呦，我就真正是阿送啊，无要紧啦。
你哪有？你只要小可打扮者，就会看起来足水的，足迷人，足有魅力的。哼，真实的哦，当然是真实的啊！来，啉咖啡。等下哦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所在。坐落来，免烦恼。普利，麻烦你啊。我感觉莫伤 OL， 互伊的型感觉较温柔的。好，文玲，你感觉啥款？这我无啥了解，我感适合。你放心，唔讲互我啦。我较好我先接电话。文玲，即马这个时阵啊，谁的电话拢莫接，接下就好，足紧。来，文玲，我先去买物件，你就伫遮好好洗澡。莲花阿姨，陈小姐，咱要开始啊！电话拢唔接，伊是安怎？唉，你敢问过啊？到底要签约无？你讲过一定无问题，讲话爱算话。若是做袂到，你后莫来找我。大文玲，你电话拢唔接。我是周明峰。阿姨啊，你今仔日踅街有欢喜无？冠华，你2点钟了后来找阮，我等下甲地点传互你。哦，好，安尼文玲，喂，哎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冠华。有好看无？好看是好看啦。你今仔日是食唔着药啊？是我替伊打扮的。原来是阿姨斗相共的啊！我想讲，文玲哪有可能有这种品味啊？文玲本来条件就袂歹，气质阁好，好好打扮就足水啊！啥款？是毋是比Cindy阁较水啊？冠华，你是毋是无介意我安尼啊？唔是啦，真水啊，只是我无啥关系啦。叶冠华，我甲你的水某幸福你啊！文玲是张家的宝贝，嘛是家成上疼的查某囝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伊。哎呦，这是一定爱的啊，阿姨，某就是带来疼的，我一定会珍惜伊啊。安尼你带文玲去约会，我就无必要了。啊，来，文玲，莲花阿姨，多谢你。我来去啊。冠华，你等我一下啦。迄官单遐悬，若是穿袂惯时，就莫黑白开钱啊。这鞋啊，毋是我买的，是明芳阿姨送的，你无介意哦？安尼我换鞋啊。唔免，
清的就清的，来，我替你赶。冠华，多谢。来。明芳阿姨奈雄雄对你遐尼好啊，带你去买衫，搁折倒。伊嘛无讲为虾米呢？伊雄雄对你遐尼好，一定有目的啊！阿姨敢有甲你讲厝当时要签嘛？伊已经知影迄间厝是阿姐要买，所以无爱做啊。哈？伊哪会知影？我嘛唔知影，我感觉伊足厉害。唔对，敢讲周明芳迄天听到我甲辛迪讲话，恁拄则拢讲啥？就讲我的婚姻生活啊。佮有讲啥物啊？伊有问我过了敢有幸福。安尼你安怎回答？我有你遮尔好的翁婿，我当然讲我足幸福的啊。冠华，你会巴肚枵无？废话，我等恁半晡，巴肚早就枵啊！昨昏迄个咖喱饭还阁剩足济，咱紧来顿，糖小就会当食。唔免。你含咧豆瓣遐真水，咱在外口食啦。头前有一间餐厅袂歹，咱去遐食。好啊，看起来这领衫真是买了足有价值的。行啦，行。明芳，你甲文玲讲了啥款啊？我想文玲应该也唔知影冠华伫外口有查甫人的代志。我看文玲甲规个心拢放伫个家庭，冠华甲医生会当讲是伊生活的全部。若是爱伊甲冠华分开，我惊伊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，会足痛苦的。咱应该安怎做较好啊？我看到文玲的份上，阁互冠华一个机会，互伊改过。安尼敢是伤办伊迄个小囝？嘉诚，甲冠华赶走，对你来讲只是失去一个囝婿，也毋过对文玲来讲，是失去伊规个人生的意义。我惊文玲会挡袂牢，你上好上清楚。敢讲爱我这个做老爸，目睭金金看查某囝受委屈，煞啥物拢袂当做成。即马啥物拢莫做，对文玲这是上好的。咱只会当甲艰苦藏伫咧心肝内，袂当互文玲知影，安尼文玲才袂受到足大的伤害、足大的痛苦。你想的真正比我较侪，多谢。其实我有偷偷点冠华，若是伊会晓想，伊应该都袂阁甲辛迪有任何的来往。假使伊真正会当改过，甲心守回来，好好照顾伊的家庭，安尼当然是上好的。我是感觉伊即马做业务，时间太过自由，所以才会伫外口学袂来。嘉诚，若是互伊去兴华上班，有你顾咧，安尼伊就袂互外口的查某人买去。你感觉啥款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别再有一天亮，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路边下。若是互伊去兴华上班，有你顾咧，安尼伊就袂互外口的查某人买去。你感觉啥款？互伊去兴华，我毋是要感谢你公司的人事，我只是希望伫咧文玲毋知影的情形之下，会当彻底替伊解决这个问题。你这意见真好，我会甲幼莲参详看卖。安尼幼莲嘛会知影文玲的代志呢？你放心啦，幼莲比我较敖想，
我相信伊嘛会赞成你这意见。这个家在有你，啊若无吼，我有可能颠倒害文英搁较伤心。就多谢你的。文玲对我遐尼好，我替伊做一寡代志是应该。要毋过我嘛只会当做到这。好啊，我来去啊。明峰啊，迄间厝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我袂接受你任何的物件，所以你莫搁大嘴大意。好啊，我来走啊。文玲若是搁有啥物问题，你才搁敲互我。爸爸，你看见了，我要先去洗面啦。等一下啦，爸爸，看见了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较紧较紧，别别哭啊！较紧啊，较紧啊！医生，伊忘去安亲班的时阵，还会记得摕饼互老师食哦。我知影啦，肉桂互陈老师，葡萄的互吴老师。真巧诶！恁2点来接我，我订后游旅馆。歹势啊，歹势啊！妈妈，我就听诶。啊，是嘞是嘞。总监，你找我？工厂迄边是敢去好啊？我有问过李经理，也毋过伊还未回我。伊无回你，你袂当敲电话催伊哦。一直戆戆啊等，代志要安怎做好？对，好，无问题。好。我处理好势，再甲你联络。拜拜。陈总监，安怎？李经理，我甲你讲过，我这礼拜要去工厂看卖，今仔日拢拜四啊，你行程还袂互我，安尼影响到我行销部的进度呢。迄天我都甲你讲啊，这礼拜去真正受过啊，所有生产线拢咧无闲，我嘛咧抢时间。你搁等一下，明仔载工厂甲时间排出来，我随甲你讲。明仔载？安尼这礼拜哪会好去工厂？刚讲了我全部的人停落来，就等你一个人先。你哪安尼讲啦？搁较简单的报告拢是爱准备啊，而且大家爱顾生产，时间哪有可能讲变就变出来？我就是要去工厂看实际状况。你甲厂长讲，我明仔载就去。报告嘛唔免啊，有啥问题我明仔载当面问。好啦，你明仔载要去就明仔载去，阮配合就是啊，免准备报告，大家嘛较轻松。我知影，明仔载要去工厂，我即摆就去甲其他的行程排开。阿姊，你伫外口？哦，你是毋是搁搬一大堆物件伫路边等公车？无啦。就算是家庭主妇，嘛要对家己较好诶。你讲是安怎？连互你坐客人车的钱拢无省。阿姊，你即摆敢有闲？你敢会用来出来陪我一下？真紧就好。要毋过我等下开会，是安怎？讲话啊！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哦，你哪会安尼吞吞吐吐？是毋是也管华搁甲你歹啊？甲你讲过几遍啊？你着加歹转去啊！我甲你讲，对付伊即款人，你甲伊大细声就对啊，惊啥？伊是毋是伫边啊？叫伊来听电话。
无啦，无，毋是啦。我有电话，我等下敲你。哦，我无代志，你无用啦。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你今仔日哪会主动约我？是毋是周冰峰要签约，带我来庆功啊Cindy 啊，我想周冰峰应该知影咱的代志啊。伊哪会知影？我哪会知影？伊哪会知影？重点是伊知影，阮丈人爸就有可能知影。阮丈人爸若是知影，我毋知伊会安怎对付我。这下好啊！我厝卖要出去，要安怎拿贷款？迄个Cindy，我看咱这阵啊，就先莫联络好啊。非得迄个周明峰嘛，假袂入去涨价，文林，佫毋知影咱的代志。这阵啊，我先去阮丈人爸遐加好竞赛，等风暴过去，我想应该就无代志啊。所以你即马是要搞分手？哎呦，无啦，Cindy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过一阵啊，咱两个像即马安尼，出来见面啊。见面头啦，走！我等下就去告你侮辱我，看你要安怎？莫啦，Cindy，我甲你做伙遐久，对你嘛是有感情啊。话讲甲遮尔好听，自从我熟悉你了后，就无一件好代志。总讲一句话，我唔管你敢要甲我分手，厝的代志你爱负责到底。厝的代志我爱负责什么啊？负责到底吼，就是甲你的薪水摕淡薄出来，互我拿贷款咯，一直到厝卖掉为止。唔系啦，Cindy，我的薪水就干那一点仔尔。唔干你的薪水哦？好啊，等下我就去警察局，叫警察调查你，你就甲恁丈人爸，佮有恁某解释，你安怎甲我侮辱？好，贷款我付，我付。走！好，我走。文林，迄外套会用摕去洗啊，请人来收者。佮我的鞋子，你捂好啊未啊？我咧甲你讲话，你嘛回我一下。我今日看到你甲身体去汽车旅馆，你就甲我放心。你咧讲什么呀？我工课遐尼无闲，哪有啥物时间去啥物汽车旅馆啊？迄奇怪，你走去汽车旅馆创啥？我早起看到伊传消息给你，所以我才去汽车旅馆的。
你偷看我的手机啊，佮跟踪我！你莫连续叫看伤济，你还受东受西呢？你安尼哦，无病嘛变有病啦！靠什么啦？干会晓靠？看到我都神啊！你莫甲我拍！我要知影你甲心弟是安怎？为什么你会去车旅馆？伊是我的客户，我甲伊见面就是要讲工课代志。还是我以后查某人带拢卖食，全家做伙去共分。甲客户讲工课是安怎要去汽车旅馆啊？你掠做我想哦，我承认啦，伊对我有淡薄意思啦，伊挑工约我去遐的啦。要不过我甲伊无安怎啊，即马景气遐尼歹，会当趁到钱就好啊。你甲我问每一个客户拢是正人君子哦。我毋是安尼讲的啊！假使有客户要求你甲伊困一下，要安怎？你是冤枉的！好啊啦，你为什么唔甲我学一下？讲我会饲鸡，会趁钱，啥物拢处理得真好，而且我会当控制我家己，袂互勒去。悲哀啊！我逐工忝甲敢若狗咧，转来哦，我会互你怀疑我的这个婚姻创啥？离婚啦！无，我无迄个意思。我逐工遐尼辛苦，趁钱饲这个鸡，为着你，为着遗酸。啊你咧，你怀疑我，我感觉凊心啊啦！冠华，我无想要甲你离婚，也毋过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无骗你，我别乱想。我平大甲你讲啊，我去身躯。你要创啥？我要甲伊选困。医生，爸爸买汉堡回来给你吃哦。耶，我想甲伊食这啊。医生，我你要袂赴？来，紧走。安尼汉堡落去吃。咱食蛋饼好无？你的水管啊咧？啊，在房间。妈妈替你摕，你家己穿来啊。哈。医生，你昨甲妈妈做伙困，伊敢有讲啥物啊？有啊，妈妈有甲我凄凄楚楚哦。凄凄楚楚哦，安尼敢会当甲爸爸讲？妈妈讲迄是秘密，袂甲别人讲。秘密哦，安尼妈妈敢有讲着爸爸？秘密。医生，行。毋是啊，文林，迄个，文林，医生我送就好啊。唔免。毋是，96、97、63、98、72、99、81。没有袂错，这里有。我背好啊。袂错，弄有人啊，听无？歹势。妈妈，我背好啊。妈妈，我背好啊啦。妈妈，我背好啊。妈妈，我背好啊啦。你背好啊？医生足够的。妈妈，你心情无好？无啦，妈妈拄好伫咧想代志，咱伫要袂赴啊，行较紧好无？好。欢迎台中港。
陈总监，欢迎来工厂督导。蔡处长，是，这段时间带大家加班，辛苦啊！袂啦，应该。即马订单满，工厂甲产能调到上悬。虽然大家拢真无闲、真辛苦，也毋过大家绝对全力以赴，替公司争取营收。陈总监，我特别伫办公室准备咖啡，还有点心，想要请你先去坐一下，顺续甲你报告。既然遮尔无闲，就莫无采时间啊！直接去看新产线，蔡处长。好，陈总监，这边请。文玲，安怎？冠华伫外口有查某人。阿姨，你早就知影对无？无迄天你袂甲我讲，查某人就是爱有自信，就是爱打扮家己。我会安尼讲，是因为我希望你会当对家己较好诶。美凤阿姨，我即马真是足艰苦诶，我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你敢有甲冠华讲过啊？伊毋去承认，也毋过，我知影伊伫骗我。也毋过我无法度离婚。若是无冠华，我就啥物拢无啊！而且伊煞要安怎？伊搁遐尔细汉，我实在毋知影以后的日子要安怎过。我毋知影要安怎，我是毋是足无路用的？也毋过我就是毋知影要安怎。无代志，无代志，莫哭，莫哭。袂啊，我感觉你安尼决定足好啊。毋是所有的翁仔某关系拍歹，就拢无法度和好啊。你即摆会当坐伫遮，甲我讲遮个代志，就已经比足侪查某人搁较勇敢啊！爱会记，你会当哭，会当伤心，也毋过等这过去了后，你一定爱坚强起来。你甲文玲讲，叫伊免烦恼，莫想伤济。刷落来代志，有我这俩姐替伊处理。好，安尼就麻烦你较一步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
为了今仔的报告，昨无闲到3更半暝，结果报告连看拢唔看，直接去新选线，真正是白了工啊！无法度啊，人是咱兴华的小公主，即摆想要创立一个品牌，表现家己真牛。咱无伊遮好命，只好伫边啊拍婆啊，互伊欢喜一下啊。是讲顶头无代志，创立品牌创啥？敢若应付代工，大家拢已经哀叫。这只是小公主的表演尔啦。讲较白咧，伊就是要做互董事长看，看董事长敢会提拔伊做总经理，甲刘总甲踢掉。我来工厂毋是来佚佗的，恁若是有啥物话，会当直接甲我讲，无需要伫我背后讲闲话话。遮认真创啥？只是开讲一个尔。你身为公司的高级主管，唔做模范，直接讲闲话话，啥物意思？讲你几句就安怎？做总干就袂当互批评哦。兴华小公主表现家己，这敢叫批评？我从一开始就真客气找你做伙开会，请你安排时间，互我参观工厂。你对我这个人无满意就煞煞起来，即马新闻都是公司的政策，董事长了签名同意啊，你搁拼命叫我后骹，你安尼敢对得起新西部经理这个职位？创立品牌真了不起是无？去食黑大碗，也无遵照工厂人员的建议，你这种人早晚甲公司舞蹈。世界早就无共款啊！就是有你这款死脑筋，缀袂着时代人，才甲公司舞蹈。可是无想要做代志，为啥袂趁即马也是经理，紧快退休啊？好，恁爸无爱做伊呢哦。经理，啥啦？我来报应。欣欣，是，通知司机，咱等公司。好，代志都安尼安排。有刘董这句话，我就放心啊。兄弟，光华，你快上来啊！阿姐，你哪来？当然是因为你的代志。阿姐，拄只兄弟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？啥物我要去兴华做？安怎？即马互你去兴华，你无愿意哦？毋是阿姐，这么重要代志，为什么无甲我讨论一下？你就做决定？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条件？你伫外口做一寡袂记人代志，我全部拢知影。阿姐，是毋是文林甲你讲啥物啊？你先莫生气，代志毋是文林所想的安尼啊。叶冠华，你莫甲我来叶有喜套啦！明空亲目睭看到你甲袂厝的小姐伫遐，你阁是要甲我递钱？你叫是大家拢遐尼好骗心？冠华，我一直感觉你袂歹，才替你甲文林伫外口买厝，都是为了要互你好好拼事业。即马是安怎？无甲丢界人藏伫眼内是无？阿姐，我唔敢啦，我就全干那去改尔，而且是迄个查某来诱拐我，我已经甲伊断亲去啊，而且文林嘛接受我的回失的啊。若毋是看伫文林的面子，今日我来，都毋是叫你去兴华上班这么简单啊！我要叫伊来兴华上班，安尼有我、幼莲甲文琪吼，大家甲伊顾咧，伊就毋敢搞怪啊。无错啦，规地上来拢比你经理较好。这个自产，我会互大家拢知影，你陈文林是天底下上幸福的查某人。我就甲文林讲，平常时爱对家己较好的。今日透早，我就送伊去美容院洗头，好好打扮者，装甲水当当。即马开窍也无算伤慢。姚涵看到文琪的时阵，咱两蕊目睭拢总是爱。绝对是安尼。我打电话文琪，叫文琪来遮，恁两个当面讲，决定看倒一天要结婚啊！我遮布置甲遮浪漫，到时阵阮大姐看到，绝对会感动甲。陈文琪，嫁互我啦！灰白色墙面。
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存踪烟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